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生囝乃引起目睭中风的情形。这27岁查某人有心顺月要生啊，检查才查讲血压偏强称悬，医生赶紧替伊破腹，上尾该在平安生囝顺势，也毋过无想到讲手术了后无几工，目睭强强煞看无。咱来看这款情形。 感受到腹肚内的囡仔安尼豆豆咧大汉咯，一个27岁有心的妇人人，原本阁真欢喜要等做妈妈，想袂到伫一摆的产检发现到家己有子癇症症，医师就紧来安排破腹手术，上尾也顺利甲囡仔甲生落来。不过过几工了后，这个妇人人所发现到讲伊的目睭怪怪，视力退化，看物件一直起蒙。经过眼科医师检查了后，发现讲双蕊的目睭视力退足侪。 倒蕊的目睭对1.0落到剩0.2，确定是真少看到这个目睭中风，而且还有急性的黄斑部视网膜神经病变，这嘛是全台第一个产妇发生这一类的目睭中风。子痫前症本来就是造成会不仅是胎盘的血管炎，更会影响孕妇全身系统的，包括神经系统、视网膜，还有肾脏、眼睛的这个动脉甚至静脉阻塞了之后呢，会造成视神经的和整个视网膜的功能丧失，特别影响到黄斑部。这5年来，子痫症是台湾产妇死亡的3大原因之一，伊的发生率差不多有5%。一般较会发生伫个生第一胎的高龄产妇。另外，亲像厝内的人，若是有糖尿病、高血压这个病史，也是讲有新的产妇较大颗，这拢是高危险群。若是讲控制无好势，佫会引发规分子的发炎，佫有10%的人会造成头壳内硬化、视网膜出问题。 甚至佫有1%的人会来遇到这款目睭中风的风险，因为若是有一条这个目睭的血筋去踢到，安尼就会来影响视力。在高血压病患，这就是一个高危险群。那特别又是子痫前症，平时就要密切的追踪，因为等他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，后果就非常非常的严重。所以伫个有心的过程内底，就要来斟酌家己的血压，做定期的检查。 若是讲有发现到子痫症，就要紧来治疗，安尼才通甲这个囡仔含家己的健康甲顾好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